大家好，歡迎大家選用少少探索家嘅材料包啊！入面有家長指南，仲有尋寶清單。活動嘅玩法好簡單。首先，幼兒可以砌起個天平。原來將呢個穿落去。好。哇，你好犀利喎！個天平咁就完成咗啦。係咪準備好可以幫佢哋綁輕同重啦？家長仲可以俾幼兒根據尋寶清單去揾屋企裏面唔同符合條件嘅物件。喺呢個過程裏面，幼兒都可以學習到唔同材料、唔同物件嘅特性。好，呢一個係紅色嘅蠟筆，仲有呢？我同呢個圓形嘅積木去比較，你估下邊個會重啲？哦，好喎，咁你而家輕力放落去睇下。家長可以俾幼兒評估，再去量度。跟住咧，邊個重啲啊？係喎，點解要重啲啊？點解你知佢重啲嘅？你見到呢邊個天平做乜嘢？呢個重。過程中，家長可以讓幼兒分享佢哋嘅觀察同總結，以提升佢哋嘅語言表達能力。時間係佢沉咗落去，咁，所以佢係重啲。哦。咁蠟筆咧？蠟筆佢上咗去，咁所以係輕啲。哦。睇下係咪？今次邊個輕啊？邊個輕？邊個輕啊？幼兒可以總結同埋比較2樣甚至3樣物件嘅重量。咁呢3個裏邊，你知唔知邊個係最輕啊？毛毛球咁邊個係最重啊？哦。而呢種特別嘅天平仲可以讓幼兒量度到液體，例如水嘅重量添啊！